太太，我陈浩德说，刚收到学校里边人的消息啊，说咱们家孩子在不录取名单上。我看他是想多要钱。面试是一位一位进行的，对吧？各位具体在里边讲了什么，外边的人都是不知道的，对吧？他们问了你什么？王先生，恭喜恭喜啊！